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艺人蹦车车。顶个月伫个台北红强压特效，刑事局追查发现，这个暴力特效的集团主嫌是朱秀宗甲亚太三温暖的负责人杨金峰，总共7个人。当时蹦车车就是互带到三温暖边仔的办公室来敲债务。这个所在要入去简单，要出来就困难咯。办案的检察官因为安尼，佮专工亲身去三温暖消费3点钟，要看是毋是有限制人身的自由。杨金峰、朱秀宗妨用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收押禁见。原用入去三温暖敲到真侪现金，这是台北的亚太三温暖顶个月碰车车伫遮敲债务，互人限制自由。检警继续咧搜证，发现讲碰车车的债务放档内是这2大债主。他们财务上发生困难的时候，以6到18% 的这一个月期来贷款给他们。那经过利滚利之后，在他们无法来偿还的时候，再施以这些暴力手段。检警查出来讲，三温暖的负责人外号杨医师的杨金峰，加碰车车张公伟要周天宝介绍金主做中人，因为背后却是通话给帮助朱秀宗出钱，分别借款3000万、1亿、6000万、甲1亿。幕后金主是乌道的背景，无钱通行，就将人约去三温暖伫15楼的所在。借助杨金峰伫办公室甲碰车车敲这个债务，朱秀宗竟然讲钱若唔行，会找兄弟对你不利，定是限制人身的自由。杨医师，你们委屈。这摆检警总共抓7个人，依照恐吓处财、放档内等等罪嫌移送。杨金峰、朱秀宗已经收押禁见。